以散闲愁，助玉人。无端翻至暗销魂。但逢景物，是追想。是爱觉凄凉，不忍言。这是那年皇上来圆明园，当年孝显皇后所写的诗啊。皇上对孝显皇后念念不忘。他日若我去了，皇上是否也会想起我呢？主儿，您说这些不吉利的做什么？您身子虚弱，经不住这样熬着。淑妃，你要顾好自己的身子。臣妾能为皇上做的已经不多了。还给我，还给我！你还年轻，还会有孩子的。臣妾知道自己身子弱，难以有育，喝了那么多年药，好不容易有了12个，却还是没能留下他。但是臣妾对不住皇上。是孩子福薄，你别总是责怪自己。臣妾留不住孩子，也无法将这一世的恩情回报于你。能做的，就只有将您的意识抄成册子。他日若臣妾真的跟孩子一起去了，皇上也能看着臣妾的笔墨，留个念想。你别胡说，啊！太医院的人开了一些凝神的药，这喂你喝，啊！淑妃，等你好了，朕要与你从头来过。皇上，把方子给他，让淑妃按时服药。朕得空会多来陪陪他。是，皇上对主真是疼惜。
皇后娘娘今天兴致高，您瞧瞧，都逛到武陵春色这边来了。唉，这淑妃呀，淑妃好些了，本宫才能安心些呀。皇上真会来这儿？金钟公公说了，皇上这几日忙完政务，才会往远些的景致走走。昨日就来过这儿，还说景致不错呢。那本宫就在这唱着，反正这地儿偏也没人，若能让皇上听见，就更好。月份大了，多走动走动也好，到时候升得快。12个新丧，皇上伤心，谁还在这儿唱这些曲儿呢？听着倒像是令妃的声音。回皇后娘娘，听说这些日子，令妃找了师傅学习昆曲唱词呢。怪不得。容佩，你去看看吧，不管是谁在12个丧期唱这些欢词迷曲，一律到12个灵位前跪上1天1夜做法。是。容姑姑，皇后娘娘懿旨：12个丧期唱欢词迷曲者，去12个灵位前罚跪1日1夜。主啊，别气了，气着自己那多不划算。谁想到皇上没来，还让皇后娘娘听见了呢。奴家我一条身走公家，怎知那晋中公公，晋中，你给兰翠放的什么消息？现在本宫唱曲儿被皇后听见，要罚跪12个灵前了。不这么着，你还想不起奴才吧？你是故意放错消息给兰翠的。自打凌云彻回来，您都快把奴才给忘了吧？你就这么不放心本宫啊？本宫心里早就没有凌云彻这个人了。真的？你若不信，本宫发誓。别呀！瞧您这手，多嫩呐！这要在没个人心疼，得多可惜呀！皇后娘娘已是迎击而亏的月亮，您这才是正要盛放的花骨朵儿。别拿话宽慰本宫了，又不是你去罚跪。跪又怎么了？眼下人家还在风头上呢，您该忍就忍忍，否则能成什么事儿啊？晋中，本宫只能指望你了。别介，您指望我，奴才我还指望您呢。你说过，你心里有本宫的。奴才我心里是有您，可奴才也只是奴才，您得自己拼命往上爬，奴才才能拿着肩膀顶着您爬得稳稳地站住了。可本宫怎么往上爬呀？本宫现在也爬不上去呀。一时爬不上去，您得看看周围的情势啊。眼下12个新丧，皇上格外心疼淑妃，得空就去看她。皇后也一向与她交好。淑妃若挺过这一阵去，今后就更没您什么事儿了。那如何是好？淑妃这身子骨，轻轻推一把就没了。您不是一直也惦念着她呢吗？可别功亏一篑呀。
又不是你的孩子，你来做什么？姐姐是来哭12个的，我是来哭一哭我自己的孩子。你有什么孩子？姐姐为12个伤心，自己身子都顾不上了，可总比我好多了。好歹这孩子在你肚子里，一朝降生，你陪过他哭，看过他笑，可我的孩子在哪儿啊？你的孩子？是啊，好歹12个在这世上活了一场，可我盼啊盼得我眼睛都直了，我的孩子却来不了了。他既来不了我的肚子里，更来不了这个世上。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这汤药的味道，姐姐一定很熟悉吧？这是……你怎么会有我的坐胎药？我蠢，也是我贪心，想有一个自己的孩子，于是便捡了你的药渣，也配了一模一样的坐胎药，偷偷喝着。你也喝了？对呀，我比你喝的还勤快，却依然没有孩子。姐姐停了许久，反而有了孩子。姐姐，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吗？有什么好奇怪的？坐胎药没有让咱们怀上孩子，难道不奇怪？于是我就托人去了宫外，拿着药渣和方子一看，才知道。知道什么？皇后娘娘难道也没告诉你是什么吗？皇后娘娘甚少喝坐胎药，她能告诉我什么？好，那么我来告诉你，你和我喝了多年的，从不是坐胎药，是必除有孕的药。我不信。不信？姐姐，你看，这方子的药是不是有错？上面所述，数字经中几位名医之手，绝不会有错。12个可怜的孩子，不会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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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胡说！
近日交给你办的几件差事，你都办得极为体面，朕很是欣慰。儿臣为皇阿玛办事，何该尽心？淑妃娘娘，淑妃娘娘，您这是做什么呀？皇上，你怎么来了？臣妾有话要问你。你们先下去吧。这，儿臣告退。皇上这样待臣妾好，是真心的吗？怎么突然问这个？皇上多年来赏给臣妾的坐胎药到底是什么？这太医院开的，自然是坐胎药啊。那为什么？为什么臣妾托人去宫外查问，那药根本就不是坐胎药，而是让人侍寝后不能有孕的药？那些江湖游医的话不可信。臣妾也想知道啊，这外头的也是名医，为何他们的喉舌就与太医院的不同呢？自从12哥走了，臣妾就一直疑惑，为什么臣妾久久服着坐胎药都未能有孕，偏偏这一停了药，臣妾便怀上了12个。淑妃，有些事情不该追根究底，一味的寻死，只会徒增痛苦罢了。追根究底，原来皇上也怕臣妾追根究底啊。那就容许臣妾再追根究底一次。皇上多年来对着臣妾虚情假意，还屡屡不让臣妾有孕，难道就只是因为臣妾是太后所见的缘故吗？是，臣妾得以陪伴在皇上身侧，臣妾真心感激太后，但这绝不代表臣妾定会受太后所指。这么多年来，臣妾对皇上的一片真心，难道皇上真的不知吗？你的真心，朕也是看了很多年才知道，这才刚知道，你就来逼问。淑妃啊，是不是你和朕的缘分已尽，一点余地也不留了？皇上，臣妾多年来进退两难，从不愿为太后多言一句，就是不愿意让您为难。可没想到，臣妾清清白白一个女儿家，原以为进了宫能跟相爱之人相守，却不料白白做了你们母子的棋子。你为难，难道朕不为难吗？这世上有谁能真正理解朕的真心？又有谁能真正明白朕的处境呢？是臣妾错了。臣妾总以为，只要自己一心待皇上，皇上待我也总能有几分真心的。原来年少起梦，都是镜花水月。淑妃，12个走了，朕原想与你好好的相处下去，可如今也是你弃了朕的心意。是啊，是臣妾错了，臣妾就不该在皇上当年出宫时遥遥一见倾心啊。皇上，您可知道，方才臣妾闯进来时看见您的模样，风姿迢迢，玉树琳琅，
就和臣妾当年初见你时一模一样。这是臣妾这一生见过最美好的模样了。主儿，主儿，你怎么了？你们都下去吧，别跟着我了。主儿，今天是12个的3期，你们都不许在这儿待着，全都给我去佛堂里陪着他。快去！是。而今才到当时左，心绪凄迷，红泪偷垂，满眼春风百事非。而今才到当时左，都是错。把人质都吃熟了，等我们发现着火的时候已经晚了。现在里头一点东西都没了，不能冲进去救人吗？这火实在太危险，冲不进去啊！而且这火
恐怕就是淑妃娘娘自己烧起来的。自己烧起来，怎么会自己烧起来呢？哎呀，不管怎么样，还是要救淑妃娘娘啊！这春雨书都烧没了，怎么救啊？娘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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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走了，别走了！太后，太后，春雨书和馆走水了。人都没事吧？其他人都没事，淑妃娘娘把自己关在了殿里。她什么？说他痴，果然是痴，不中用了。福家，这事儿起得蹊跷，你得去查查。是。娘娘，姐姐，上劲儿！娘娘，姐姐，姐姐，你醒醒啊！使劲啊，娘娘！娘娘都昏厥了，她怎么使劲啊？你告诉我，娘娘，你快醒醒！娘太医，姐姐早产，受到了惊吓，现在还醒不过来，你快想想办法呀！回义父娘娘，微臣已经给皇后娘娘施针片刻，这会儿胎气激荡的厉害，我估计娘娘很快就能醒转。您放心，龙胎一定可以顺利产下。娘娘，姐姐，娘娘，你快醒醒！娘娘，娘娘，你醒醒！娘娘，醒了，姐姐，醒了，皇上，姐姐，皇后产期未至，怎么会早产？春雨疏河走水，淑妃娘娘救不出来了。皇后娘娘一时伤心，就动了胎气。姐姐，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，是该死。皇后娘娘月份大了，哪里见得了这些东西？伺候的人也太不当心了。淑妃的死都别和皇后提，皇后身子受不住。淑妃那边的后事，让内务府好好办了吧。这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哎呀，真不容易呀！这孩子真可爱。微臣给皇上请安。臣妾请皇上安。起来吧。皇后醒了。醒了，恭喜皇上，皇后娘娘替您生了一位公主呢。皇上，您瞧，公主啊，在对您笑呢。好啊，好啊，这是朕的五公主。自从臣妾生了何家公主，都8年了，终于又有了一位公主，臣妾恭喜皇上。这公主来的合时宜，就封为和宜公主吧，为万事皆宜之意。臣妾替皇后娘娘还有公主谢过皇上。皇后如何？皇后娘娘大安。这五公主刚出生，你寻例看一看。是。恭贺皇上喜得公主。皇上，你可好些了。咱们的女儿啊，可爱极了，刚才还朝着朕笑了一下呢。淑妃的，你暂且顾好自己便行了。淑妃的丧仪会由内务府来操办。姐姐这孩子生得真不容易。是啊，辛苦皇后娘娘了。姜太医，这五公主的脸色怎么有点发紫啊？是呀，方才不是还好好的吗？这孩子是不是在气喘呢？朕为咱们的公主定了封号为和宜，叫景嗣如何？嗣者为小雌犀牛也。朕希望咱们的公主像小犀牛一样健壮。好，皇上，皇后娘娘，微臣有要事禀报。何事那么慌张？五公主
脸色紫胀，偶有气喘。微臣细听了五公主的心跳，跳得极慢，只怕什么？微臣该死，只怕五公主有心症。什么心症啊？婴儿刚出生时有这样的例子，动辄哽咽、出汗、脸色紫胀，进食吃力缓慢，长大之后身体会极弱。能否医治？无医治好的先例，只能细心养育，不能出一点意外。此话怎讲？就是说，五公主要长大，就不能受疲惫，不能受惊吓。但凡受了惊吓，就会……一定是你诊错了。去，把所有太医给朕叫过来。是。皇上，今儿是什么日子啊？五公主出生之日，竟是淑妃离世之日。难道是淑妃把这份不祥带给了五公主？12个体弱离世，五公主生下来就有心症，不是淑妃的错。皇上不要责怪淑妃。朕不计较，朕什么都不计较。只要能保住咱们的公主，她能够平安长大，朕什么都不计较啊！别哭了。各位接生姥姥，各位太医，接生有功。公主出生本该好好赏赐，可侍奉淑妃娘娘刚刚薨逝，南方又在闹水患，皇后懿旨，此次赏赐一律减半，为公主积福。谢皇上、皇后娘娘恩典。你说我们接生这么辛苦，这赏赐不但不加，怎么还给我们减半了呢？是啊，田姥姥，你得听我们说话呀！你不还等着用钱呢吗？皇上和皇后娘娘议定的，咱们该说什么？谁让五公主有心症，咱们算是白辛苦一场了。田姥姥，奴婢请丽妃娘娘的安。起来吧。田姥姥，这是怎么了？怎么还哭了呢？五公主身体不好，皇后娘娘这次生产，给咱们奴婢的赏银减了半。可是奴婢的女儿身体也不好，一直吃着包太医的药。现在已经都没有银子买药了。哟，为了自己的女儿，怎么也得花呀。奴婢平白无故，怎敢受令主的赏啊？拿着吧，以后少不了劳烦你的。不，奴婢不敢啊！不敢？那你女儿的病可怎么办呀？田姥姥，您就收下吧。
谢领主。钱姥姥，您这就见外了。谁对您好，谁真心疼您，您心里有数就行。以后有缺银子的地方，尽管找咱们开口。是，令主善心呀。那奴婢告退。娘娘，皇上真是惦记咱们五公主，自己政务忙过不来，还特意让李公公把这琥珀暴龙枕送过来，让五公主安眠。给公主送过去吧。是，送过去吧。是。娘娘，李公公说，那日淑妃娘娘去找皇上之前，到过12个灵堂。当时，令妃也在。难道令妃跟他说了什么？奴婢不好说。你明儿去把令妃找来，我有话问她。是。娘娘，您现在别想旁的，养好自己的身体为重。怎么跪了1个时辰，便跪不住了？臣妾不敢。令妃，借你的耳朵听听，这弹的是什么曲子？是昆曲的惊梦。听说你最近在学唱《牡丹亭》。臣妾只是闲来无事学着玩罢了，不急着邀宠，反而闲下心来了，不像你的性子呀。臣妾无能，不能得皇上宠爱。你无能，你的能耐可是无人能比呢。淑妃和12个的命都折在你手里了，你还无能？太后恕罪，臣妾不敢呀。不敢？淑妃临死前问起了坐胎药一事。这坐胎药里的古怪，皇帝知，齐汝知，哀家悄悄知道。淑妃这突然问起，自然不是从咱们嘴里说出去。令主，您曾偷偷学了淑妃娘娘的坐胎药喝，后来却突然不喝了，自然是知道了其中的古怪。淑妃娘娘见皇上前，只在12个的灵堂上见过一回，除了您，还会有谁说出真相呢？太后，臣妾必是这坐胎药和淑妃的丧子之痛有关，淑妃才会伤心发狂，是吗？臣妾没有，臣妾不敢，臣妾真的什么也没做。傅家，你查出个什么好东西，拿出来让令妃瞧瞧。是。
妃，淑妃有孕的时候，你给她吃的东西全在这儿，每日一包，你自己吃下去，哀家就当什么也不知道。令主，您敢给别人吃的东西，怎么自己便不敢吃了呢？